好，今次同大家講下我自己做包嘅心得。我覺得做包最緊要嗰樣嘢就係個面種。咁如果你要為一個面種，通常係用螺螄粉或者全麥粉去開，因為裏邊有比較多嘅營養啦。咁我自己咧一路以嚟都係用全麥粉去煨，因為全麥粉係會令你個包會多啲麥香味啦，同埋會提升個營養價值。不過，如果你用白麵粉去煨，其實都得。同埋會個膨脹度會好。做包上面其實就可以唔使要落發酵粉。我自己做咗幾年，其實都冇用過發酵粉，全部都用麵種去做。但係呢，我諗翻起，如果我一開頭肯改變我而家嘅諗法，即係傳統嘅包一定係用全部都係麵種去做。其實如果你用自己煨嘅麵種，再加上出邊嘅商業酵母，你做包個效率會提升好多。咁如果你提升你效率好多嘅時候，你咪可以做多啲包，你咪可以做多啲嘗試，咁你技術咪更加好。好，咁今次講下，如果你想喺屋企做包，你需要具備啲咩設備？包其實我推介大家做蒸包而唔係做焗包，因為做焗包係需要一個焗爐，但係焗爐嗰個耗電啦，同埋你要額外買，跟住就佔咗你個廚房去大個空間，效率上係冇做蒸包咁高嘅，又容易洗，清潔上面都方便。同埋你而家如果你做蒸包嘅話，你唔使花錢去買啲咩設備。你係做蒸包嘅話，我會建議買啲咩設備呢？因為佢嗰個溫度係開調校到去32、34、30，咁樣啲適合麵包去膨脹嘅溫度，而唔係你室溫。室溫喺香港，除非喺夏天嘅時候，咁就個室溫會夠。但係就算室溫夠，你個水分都未必夠。咁如果你係擺喺個鑊裏邊啦，我前嗰幾年自己屋企做包，我都係擺個鑊裏邊，就咁，即係鑊裏邊加啲水，就咁擺喺入邊。咁個濕度係夠，但係溫度唔夠。一般嚟講，所以就睇你係有冇時間啦，有冇時間去做包，同埋屋企有冇位咯。如果你係想做快啲做到個包出嚟，咁我覺得發酵櫃好值得你去諗下。咁我廚房嗰部係叫做高比盒咯，我唔知係咪外國嗰啲牌子嚟，但係就喺淘寶買翻嚟嘅，1100蚊左右。而家我度嗰個尺寸俾大家睇，長咧就係44，深度咧48點，高度咧40係連埋隻腳嘅。使用上又方便，空間又夠大。好，咁講完發酵機啦，咁就講下部攪麵機。攪麵機都係最近先至買，就我諗1年先買。前幾年都係用人手搓，咁用人手搓其實係最好嘅。如果你嗰個產量唔多，你做到唔會超過麵團都唔會超過1公斤，同埋人手搓咧，你會有嗰種手感啊嘛，你會享受嗰樣嘢。如果你用機做咧，如果你純用機做，其實你就感覺唔到嗰個麵團嗰個手感，麵團嘅質感夠。如果你有呢種攪拌機嘅話，就都係嗰種效率上面嘅幫助。講完嗰啲設備啦，咁講嗰啲普通嘅工具，膠刮買啲韌身嘅，即係薄得嚟韌，唔係硬，係薄得嚟韌，即係又唔係薄得嚟冇力，亦都唔係硬得嚟好易脆，係韌嗰種最好用。跟住有個鐵閘啦，即係鐵刮啦，都唔使大，越大就唔好用嘅。好，分享係咁多，需要買嘅其實真係唔多，就呢啲嘢。